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申命记第30章第1节到第9节 A， 马太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条件。圣经说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白白得来，不应当有条件。是的，但也不是。白白得来的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是白白舍去，这就是条件之一了。白白得来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去付出代价，不需要去付出行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或是祝福。就如同保罗在给罗马的书信里面说到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但是我们得救蒙福却是要付上代价的，只不过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而付上的代价。这一段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说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那原文的意思是 with price，翻译者加上了比较重的形容词，那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或是提醒我们那个蒙福的得救的价值。事实上，那个代价也是非常高的，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付了哈。是一条生命的代价来代偿我们的亏欠，我们对上帝的亏欠。英文说条件，我们可以说是 condition， 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人们可以蒙福。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谈，用今天的标题 requirement 这个条件，或者是说要求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考的一个方向。申命记30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标题是写着复兴和幸福的条件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思考的一个方向。我们通常说教会伦理，这个教会的伦理总是要有一个界限 boundary， 蒙恩得福也需要有一个标准。现在我要让你们在祝福和咒诅之间自作选择，这是申命记30章第1节到第9节所说的。接续的经文这样说，在这一切的灾难发生之后，你们住在上主你们上帝放逐你们的各国去时，会想起我给你们的选择。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回心转意，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一心一意的遵行我今天所颁布他要给你们的诫命，他就怜悯你们，他要从放逐你们的地方领你们回来，使你们再享繁荣。即使你们流浪到天涯海角，上主你们的上帝也要把你们聚集起来，带你们回来，使你们重新拥有你们祖先住过的土地，而且比祖先更兴盛，人口更多。上主
你们的上帝要打开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心门，使你们一心一意的爱他，并且继续生活在那地方。他要把这些咒诅加在那些憎恨你们、压迫你们的敌人身上。你们将再次的听从他，遵行我今天所颁布他要给你们的一切诫命。上主，你们的上帝要使你们事业兴隆，多子多孙，牲畜繁多，五谷丰收。上帝告诫以色列人，蒙福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去遵守上帝的诫命。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跟随上帝的脚踪，走在上帝的正道上的人才能够蒙福。这样表示自己是一心一意的遵行上帝所颁布的诫命，这也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与赐福。或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圣经不是强调说救恩不是因为行为吗？为什么还要先遵守上帝的诫命呢？为什么这个遵守诫命会成为蒙福的条件呢？我们就用这个牧羊人跟羊群的比喻的教导来了解。诫命就好像一个羊群跟牧羊人一起同步前进的一个规律。如果有一天羊群这么说，哎呦，我不需要以行为就能够得到救恩啊，所以我不用跟着牧羊人一步一脚印的走啦。那么在旷野中的明天，下一步甚至下一口草在哪里，这说刚刚那个话的羊群恐怕就无福消受自己的选择了。就这样子，他就会失去蒙受祝福的恩典。我们要依循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诫规诫命，不是要将人的文化跟传统来当成真理来思守，这是有极大的差别的。传统是不能叫人家蒙福得救的，文化也不能帮助人亲近上帝。唯独领受上帝的诫命，并且愿意与上帝同行的人，才能够得到救恩与赐福。耶稣基督以传统与上帝的诫命作为对比说，耶稣回答，为什么你们要遵守传统，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呢？上帝说要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。你们偏偏说，要是有人对父母说，我已经把奉养你们的当供物献给上帝了，他就用不着孝敬父母了。你们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所发的预言是多么正确啊！他说，上帝这样说，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，他们竟把人的规律当作我的命令，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。很多时候，文化传统都是被用来规范别人，甚至我们说吓自己、钳制自己，却不是用来帮助人领受救恩的。
特别当人们高举了传统，并且将传统的地位高过于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与主同行的契机，也因此失去了救恩。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行为无可指责的遵守上帝法律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听从上主命令，一心顺服他的人多么有福啊！这样的人不做坏事，他们只走在上主的道路。上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法律，要我们切实遵行。我们多么盼望能够忠诚遵守你的法律。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，我就不至于蒙羞。我学习你的公正法则的时候，要用纯洁的心颂赞你。我要遵守你的法律，求你别丢弃我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遵守诫命，也因为如此能够与主同行，让我们能够领受属天的救恩与赐福。我们在此也为明义兄的安息祷告，求主你从天下赐下安慰给他的儿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